背着我跑啊？那我可得订一个100斤的婚纱。可以减半吗？你怎么过来了？王书记，我来报名参加集体婚礼的。于博，那个，你换女朋友了？啊？没换。表哥。哎。B。哦。谢谢。于途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老师。哦，于途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那个，你是不是没换？什么呀？没换女朋友。谁问你这个了？你要是换了，那院部的人还会给我打电话吗？是不是经济上有一点周转不过来呀？如果有困难，我和师母可以帮忙。谢谢老师和师母，不过没问题。我和晶晶啊，我们就是想把婚礼稍微办得简单一些。那小乔她同意吗？是他提出的，他一直比较调皮。不过啊，他想的比较简单，他以为在院里办就不用担心媒体了，这肯定不可能啊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如果不能保密，那大概会对其他的同事产生些影响，我们就不参加了。刚刚呢，我也是这么和王书记说的。婚礼之前保密呢没有问题，我们保密啊是最在行了。不过这万一中途泄密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婚礼肯定不会在院里办，按照以前的惯例，应该是在附近酒店，所以不一定能保密。原来不是在你们单位啊。那如果被人发现了，我们就跑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办集体婚礼的好处。要是我们自己办婚礼，那肯定不能跑呀。那我是不是得准备一双球鞋呀？你也准备一双。我准备一双就够了。你要背着我跑啊？那我可得订一个100斤的婚纱。可以减半吗？50斤，25斤，加我一共200斤。要多吃点了。那要看什么时候泄密的。要是比较早，我们就换别的方式；要是在举办婚礼的时候才泄密的，我们就立刻跑了。等老师你那边主持完了，再找个地方给我们举办第2场呗。开什么玩笑？这是婚礼，不是打游击，简直胡说八道。老师，喝口水。小子，你套路我呀！